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安界，我是阿明张伟斌。咱看到顶礼拜第一立法院通过民法这个成年这年岁自20岁改到18岁。那么看到讲议会昨日三读来总共25项这个配套这个法案包含着这个集会游行法啦、人民团体法啦、工会法等等的这个法案咱讲这个条文内底比原先的这个民法内底所定的这20岁这个用字拢改做是成年随着讲这个部分2023年这个民法成年这个年岁正式修正了后正式有效了和18岁这个成年人会当享受完整的这个权利，就是咱讲的年岁政治的这个主流化这个部分但是嘛咱讲这个正的支持这个声音有，但是反对的声音嘛是共款有啦但是咱讲这上大意义伫搭咱一条一条带大家来看啦首先咱讲12月25号立法院三读了后2023年1月1号要来生效有效力啦咱嘛看到讲过去民法第12条满20岁即阵改做18岁啦另外关于着这个婚订这个部分你若是要订婚的这个部分，咱较早查甫的还未满17岁查某是订讲也未满这个15岁未当订这个婚约但是即阵可能会改做是17岁订婚啦咱讲18岁未当结婚过去民法第980条迄当阵是查甫的未满这个18岁查某的未满这个16岁啦有人讲这是性别有当中有一寡这个歧视只不过性别平等化了后拢爱改做是较一致。咱讲自通过了2023年正式有效力希望这个对象上2005年这个1月7日出世了后会当受到这个部分但是咱嘛讲到落实咱讲的这个年岁政治主流化，咱嘛看到讲可能社会冲击有当时这个厝内这个反对的声音，嘛是讲厝内的烦恼担忧拢爱甲考虑起哩另外咱嘛讲18岁这个公民权投票这个部分，是毋是会当对着咱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今日邀请咱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家庭主流化联盟召集人詹宪营。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台湾民主青年协会理事苏宏毅。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先请教两位来宾啦咱讲18岁时阵咧想啥咧做啥尤其咱讲即阵这个责任也好，这个义务也好啦拢可能这个经过头拢较重啦较重啦咱第一位先请调集人18岁咧创啥物？18岁18岁大家上大学，你咧想讲大一迎新宿营来咱个学长姐要甲你欢迎来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咱是要去参加，所以18岁的时阵我想也唔知影未来要创啥物，那大学内底要读啥物，这个科系内底要学啥物，也个拢唔知。你想讲咱大学要哪读册啦，要哪想讲个有这个三个学分爱来学习嘛，人讲课业嘛，读书嘛，过来就爱交朋友嘛，社团嘛，过来就是恋爱，谈恋爱啦，所以这就是一般18岁想的代志。OK， 这是调集人这18岁啦。18岁咧想。咱继续来请教这个宏毅啦你18岁咧想啥物？其实我18岁的时阵，甲拄仔迄来宾其实差不多啦。毋过其实伫阮这个时代，会接受到的物件其实较济。OK。所以讲，18岁了后，会当做的代志比想的搁较济。其实拄仔讲的迄3个学分一定要修以外了毋过有想迄，若是要打工还是啥的，若是为去参加啥物物件嘛，无一定伫社团。OK。差不多是安尼啦，就是为原本有的生活迄方向去发展安尼。就讲可能这个学校的这个部分可能会当延伸到这另外这个所在去啦继续咱先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个立法院昨三读过这个25条相关的这个配套法案，先做来看。离开厝内底去读册，18岁学生要开户头，税厝签约爱由爸母来代理。2023开始，这寡代志包括组成人民团体，18岁就会当家己来用。立法院12月25三读修正通过民法成年年岁下降到18岁。要经过父母就很麻烦。
所以便利性蛮大的。早2年晚2年其实都一样啦，没有差太多。民法20岁成年的规定91年来无改变过，但是因为刑法是18岁成年，伫行政法规嘛有无一致的状况。亲像讲18岁会当买大乐透、运动彩券爱20岁。愿意给青少年自己做决策的机会，让他有更多的，不管是参与政治，或者是参与各项，他可以自己做他的决定的机会，我觉得很好。其实现在的社会真的非常的就是太多元化了。那如果一旦这个年龄下修的话，其实小孩子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被我们掌控的。长期推动民法18岁成年的戴孝明认为，甲自主权甲义务互囡仔。部分家长有烦恼，建议政府爱比照日本推动新的成人教育，协助同学了解说什么是民事的责任，然后什么是赔偿，然后什么是契约。那我觉得这个才会更完整。公投的年岁甲民法成年的年岁，拢已经下降到18岁。戴孝明甲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这寡团体讲。即马剩投票权的修宪案，会继续来拍拼，希望选举甲被选举权年岁降到18岁，完成18岁公民权最后一段路。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补充小解第3位来宾，咱是律师刘伟霆律师，你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咱头拄有先问过2位来宾18岁咧创啥律师你当阵18岁你咧考虑啥物？18岁时阵拄好大学1年迄个时阵伫我的时代，拄好发生一个代志，就是讲我1年的时阵骑奥多摆唔免挂安全帽哦。咁不过到我2年的时阵开始骑奥多摆一定爱挂安全帽。你想看卖其实伫迄个18岁的时阵是会当考驾照。OK， 大家人拢会当骑奥多摆。不过你看18岁的囡仔一定是足冲的嘛。是。所以出代志的机会足悬。伫过往应该讲。即马20岁，它是成年，咱就规定讲，你也是无到20岁，甲人发生车祸造成别人受伤，你的父母爱教你联合做伙去赔偿啦。连带责任对。是。所以迄个时阵，伫我迄个时代，就正定，阮学校的同学啦，拢会听到讲甲人发生车祸的代志，父母就落来赔，做伙来赔。不过即马也是法律修改父母唔免做伙来赔偿，那就是一个好代志。不过变过来，我嘛会使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讲我迄阵读大一的时阵，我需要父母来汇钱给我，爱互我有生活费嘛。是钱要安怎来？爱开一个户头无到20岁，我才会当家己去开户头。袂使，一定爱父母甲我做伙来开。是，所以我要开户头，要做啥物代志，拢爱父母甲我做伙做这代志。不过你敢知影即马其实足侪，咱讲车手即个工作，犯罪集团足侪迄诈欺的集团，因拢找即个20岁以下的人来做这车手。咱今仔日我是即马18岁，我去大学读册，我要开10个户头，因为我满18，我唔免父母甲我做伙来开户，我要开20个嘛会使。我敢会我的户头去卖去迄个诈骗集团卖去迄个诈欺的集团，互因来甲我利用我的。这个户头，敢有可能发生？是，其实发生的机会嘛足悬。OK， 所以讲即马，父母唔免甲你做伙负责啊。不过你家己敢会讲，因为无父母的关系，去闯入较侪危险的代志。这就是即马大家咧辩论、大家咧讨论的代志。是啦头拄这个，咱讲律师是用着这个咱讲去银行开口座即种做车手这款例来甲咱说明讲其实修法有当时咱讲这个父母唔免连带责任，但是即阵嘛看到讲唔免连带责任。落去了后，可能有一寡这个乱象嘛是加会出现啦但是咱讲这个部分嘛是有人正面来去看待讲18岁这个民法修正，咱讲20岁甲这个18岁2岁这个中间内底会当差偌济咱个先请教这个少年辈啦真正内底你上少年你头拄嘛讲18岁时阵，其实你伫这个学校以外有真济这个发挥的这个空间，你个发挥啥物？先讲律师拄仔讲的开户迄个代志啊。是。因为伫大学时阵，我有申请迄奖学金有一寡物件，不过因为户头的关系，所以讲爱定定来往甲父母讲要啥物资料，要安怎申请就需要因的斗相共才会当处理代志。所以讲其实虽然律师讲会有
诈骗集团的问题啊。不过阮应该是爱正面看待这款代志，无应该是讲，若是有人会做歹代志，所以讲阮就立法，佮叫因拢莫做，安尼，迄方向应该是安尼，毋是讲迄若是有人会做歹代志，就安尼，阮拢禁止安尼。哦 ，OK， 就是讲吼，莫用一个例吼，咱讲拍破，其实咱嘛是有咧申请这个奖学金，有这个考照的这个需要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吼，这个办信用卡其实是一个利便吼，18岁你即阵会使去办卡。啊，其实有的人是咱嘛会使记一个就是返利啦吼，就是讲啊，伊真正这个效纳袂出来，啊，大家吼一个存款利息伫一直纳，嘛是有这种情形，但是嘛会人。有即款人，吼，就是讲啊，真正伊利息钱嘛免纳，逐个月嘛当吼经济独立吼，大家即个分期拢会当吼顺利吼带出来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正反拢有，但是要安怎用什么心态来看讲18岁即个部分吼。继续咱个请教调一人吼，其实你嘛是有无共款的即个看法吼。针对着讲吼，即个民法18岁，其实咱讲有25个即个配套相关的即个法案吼，啊，逐条拢有诶，拢去解决，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吼，其实几岁对咱来讲吼，对阮家长来讲吼，毋是重点啦。OK， 咱坦白讲吼，所以咱咧看一个少年人吼，上重要看伊是毋是会当独立。吼，独立才是重点。所以咱国家爱帮助少年人是爱互伊会当独立。吼，啊，这个独立才是真正一个目标嘛，对无？吼，啊，所以咱看民法即个处理啥物？民法咧处理第一钱的问题嘛，吼买卖啊，吼即个物件是你的啊，我的啊，有纠纷的问题，民法第一钱的问题。第二，甲人的关系，尤其是结婚，吼啊，两个家庭啊，吼啊，结婚了有即个人伦啊，吼人甲人之间的问题，啊，过来嘛有继承，啊，迄嘛是钱的问题嘛。所以民法拢咧处理钱的问题，甲人的关系的问题。但是咱即摆来看，吼，咱国家的少年人吼，迄个所谓的独立，我感觉是。国家互伊的资源不够，国家的资源不够，所以国家的资源互伊帮助咱的少年人吼，会当独立，包含吼经济独立，吼啊包含了伊要怎结婚的问题，对无？吼，所以咱即摆看到的问题是，咱国家的少年人，迄个薪水是会当讲是真低啦，吼啊，所以经济无走独立，吼啊钱的问题解决袂了，吼啊过来结婚。真侪人歹结婚，歹生囡仔，就算敢结婚，唔敢生囡仔，好，所以咱的少子化，咱的生育率直直往下掉，结婚的、结婚的，这个人嘛是愈来愈少，吼，所以我感觉规个即摆咧做的物件，吼，就是咱袂输甲即个重点放伫一个年纪的问题，吼，我就10个字，问题无解决。咱少年人的责任搁较重。OK， 问题无解决啊，责任搁较重。OK， 责任搁较大。这个责任就讲，哦，你18岁啦，哦，你较早是20岁，即摆呢18岁你就爱民法即摆28变做18啊嘛，你就是爱完全负你的责任嘛，负你家己的责任嘛。所以对少年人来讲，我头拄讲遐个问题，其实我感觉并无解决啦。OK， 哦，咱台湾的少年人给薪水也好啦，给薪水啊，咱的厝的这个价值遮尔悬嘛，吼，房价遮尔悬吼，啊，过来呢，婚姻的结婚的问题，无啥甲，即摆人甲真少人敢结婚嘛，吼，你结婚的愈来愈少嘛，吼，啊，父母的烦恼嘛，对吧？遮的问题拢无解决的时阵，直甲咧这个年岁要甲降低，我感觉。这个修法，你看伊你来改这个法律的时阵讲，啊，咱就是要来讨帮这个少年人吼，莫甲限制，互伊安尼会当去发展，吼。但是我感觉少年人要发展，毋是靠你这个法律伫发展呢。少年人要发展，较实际的，你要互伊资源，伊的薪水爱悬，对无？伊要互伊厝爱买得起，对无？爱互伊会当加结婚，加组织家庭，伊才会当发展啊。你爱干来去创这个年纪，我感觉这是重点是讲唔对，就是坑对所在啦。OK， 但是冇人讲吼，咱讲这个18岁这个修改民法自这个吼，有诶，甲即阵吼，民国18年哈，已经91年无修改吼，这个部分嘛会当看到吼，对着这个人讲全球的这个潮流吼，是有人安尼认为啦吼。咱先来看讲吼，这个修改这个内容到底是啥物吼？第一部分咱看到吼，这个三头这个部分吼，咱头先嘛讲到2023年这个1月初才要来去施行，然后其实有2年哦，这个吼咱去放话的时间吼，大家社会去一寡吼，甲这个冲击降较详细啦吼。另外，咱头段嘛讲到91年了后，才够修改到这个成年年岁这个规定。有的人吼讲即阵结婚，咱头段嘛讲到，这个查甫爱满18岁吼，女性爱
16岁啦。他都讲到性别平等了后，这个部分拢爱去可以予以一致啦吼。啊，亲像讲你买手机啊，你也有这个相证件以外，啊，你若是还未18岁吼，还是讲20岁啦，过去是20岁啦吼，即阵嘛是20岁，2023年才是这个18岁啦，会当去买手机啊。迄当阵你若是无，你就在法定的这个代理人吼，爱摕伊的这个证件去，还是无，伊就是陪你去啦吼。啊是讲啊，读册吼，这是影响较深的吼，这可能嘛有一寡这个问题出现啦吼。伫学校，你若是读大学啊，要吼不爱读啊，啊即阵若是父母唔知影你偷偷去吼啊休学吼，这个部分嘛会出真大的问题啦吼。可能家长就会撞去学校吼，去甲学生囡仔吼，这个老师去甲伊斗啦吼。但是有人讲啊，这个税处较利便啊，还是讲签契约较利便啊，开银行的口座啊，办信用卡、贷款等等啊吼，这个部分虽然利便，但是咱嘛有讲过，你要去办卡。你要去借贷款，你嘛是行得起啦吼。所以咱才讲吼，虽然你有真济这个享受的这个权利伫，但是你受担的这个责任嘛愈来愈重啦吼。啊，另外吼，较无共款的是担任公司也是人民团体的发起人、董事、理监事啦吼，也是你去办这个户籍订本啦吼，也是健保费、分期付款拢会当啦吼。另外啊，甲这个诉讼较有关系，就上提起民事的这个诉讼、行政诉讼。啊，另外咧，嘛在担任这个一回有形的这个负责人，这个权利啦吼，拢唔免满这个20岁度的这会当这个讨棒啦吼，咱讲2023年这个部分啦吼，继续咱过来请教这个律师吼，其实咱头段嘛讲到，这个有当时啊民法甲刑法吼，这个年岁这个定无共款，头段你讲哦，这个刑法18岁，有当时啊你都要担这个刑事的这责任，啊这回咱讲如何坐，敢讲较无好吗？其实我是感觉讲真好啦，因为就像我头仔讲的讲。其实，伫阮民法187条吼，民法规定就是，你囡仔无满20岁，你也是做啥物歹代志，发生损害别人，父母爱连带来承担。啊，所以这个规定就讲，其实伫刑法顶悬，要掠去关的，超过18岁以后，囡仔家己做的，就是个人担。啊，毋过18岁到20岁中间这2年，竟然父母爱做伙倒赔，啊，对父母来讲，这嘛是无公平的代志啊。哦，啊，另外实际上我也嘛爱互大家考虑一下，就讲，咱即马家庭吼，离婚的机会其实真悬啦吼，阮统计差不多2对就1对离婚啊啦吼，啊，足侪囡仔当然有足好的父母，足关心伊的父母，啊，毋过其实愈侪囡仔可能打一个爸爸，也是一个妈妈，啊，嘛有足侪囡仔可能是阿公阿嬷饲大汉，父母都毋知走去倒位啊，啊，你看伊已经生我到18岁啊。竟然伊要去开户，要去工作，要去做代志，佮爱摕即个叫做法定代理人，吼，一定爱有即个父母的同意书，根本就找无人，根本就无人会当帮伊做即个代志，啊，伊要怎做，伊后壁生活要怎讲，所以伊其实莫讲18岁啊，15岁、16岁，伊可能都爱靠家己啊，拢无父母啊，啊无就是单亲啊，啊，毋过伊这段期间，伊竟然是。国家甲绑手绑脚，互伊袂当做代志。是，咱今仔日也是甲降到18岁以后，伊其实就是个人独立一个人啊。啊，你也讲父母足关心伊，足爱伊的。伊超过20岁，你父母嘛是照咧甲饲啊。哦，咱常常咧讲啊妈宝啦、爸宝这种的，其实拢伫的啊。莫讲20岁啦，30岁嘛，搁咧甲饲。是啊。哦，所以讲啊，针对这个父母足关心伊囡仔，感觉讲囡仔你也未大汉，那互你18岁就独立吧，袂使啦，你搁是囡仔。袂，迄其实吼，不管咱国家规定几岁，伊拢是永远当做囡仔。是。哦，啊，毋过我感觉讲真正有需要的，就是这个讲，其实伊真正生活爱靠家己，啊，竟然互法律甲绑掉的，吼，明明都无法度甲斗相共的父母，伊竟然互即个父母绑掉，无法度做代志。这应该互伊有机会会当家己做家己，安尼我是感觉愈较重要。是有啥物例无？亲像你经手的这个案例。其实阮经手不只是阮经手吼，阮。做足侪即个受伤啦吼，其实都拄着足侪这少年的囡仔，因为就是因为家庭无幸福，可能细汉伊就离开厝里啦。啊，伊15岁、16岁，高中毕业了后，伊就爱伫外口拍工啊嘛吼，就伫遐做事啦。啊，毋过因为伊无法度摕着父母的即个同意书。劳健保伊也无法度啦吼，啊，也是讲伊想要去有正当的头路拢无法度，啊，所以伊就足困难的生活，啊，只好变安那乌工，哦，伊已经足可怜啊，啊，佮变乌工，无国家甲保护，无劳基法甲保护，啊，就互即个雇主看要甲安怎伊就安怎，因为伊无法度有这合法的这个权利存在，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对这个18岁甲放互送去，会当互伊开始。
会当做家己，会当独立，会当有伊的管理，伊其实早就拢独立啊。是，免互真侪物件束缚掉吼，互年会束缚掉，互这个吼无缘的这个爸母束缚掉吼，其实拢是较无好的啦吼。啊，头拄其实律师嘛讲到一个重点吼，经济独立这个部分，咱讲甲这民法有当时啊，嘛是无遐尔啊这个直接关系啦。你讲吼18岁，你有的人吼已经吼做头家啊。吼，即阵咱嘛当看到，家己开去做寡这个新创这个头路，伊若是较有想法的。但是也有人30岁、40岁，也咧食老爸、食老母，吼，真侪安尼案例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真侪18岁这个少年囡仔，其实拢有真侪想法啦。继续咱个请教洪哥啦吼，咱安怎看讲吼，你其实吼，你讲参与着这个社会运动，真早吼，真早一个时间。我伫14年的时阵是当时是迄太阳花学运，迄当时我是高中啦。所以讲，其实我有参与到迄当时迄社会顶悬的代志。所以讲，伫到18岁，拄仔有讲过，迄18岁会当做迄负责人啦，是游行的负责人啊。就我无法度享受到啊，因为我已经23。你已经23岁啦。毋过我有熟悉一寡迄，即马是高中的学生，啊有参加一寡运动，有一个是伫咧高雄，伊当时伫市长补选的时阵，又找3个市长来做一个论坛，啊讨论一寡迄政策甲学生较有关系安尼。啊，当时迄主要处理的人，其实应该是还未20岁。所以讲我嘛无啥确定，伊当时迄是主要迄登记的人到底是啥。啊，毋过即马修到变成讲18岁的时阵，其实就有法度家己处理这款的代志啊。OK， 所以咱看到吼，这个虽然责任担，但是有的人吼真正是愿意担这个责任吼，做这个集会游行的这个负责人也好，还是讲吼咱讲吼公民团体这个部分吼，当做一个负责人。我嘛会使补充吼，其实伫我的客户内底吼，嘛有一个少年囡仔，伊今年20岁，是啊，伊对16岁就开始做头路啊，吼啊，真正是互我吼。对伊非常的欣赏啦。OK， 安那讲，虽然伊即马20岁啊，啊，毋过吼，伊因为少年人有少年的娱乐啊，吼，比如讲拍迄个手游，OK， 耍手机啊的这个游戏啊，吼，伊就知影讲，伊这个年纪的人需要是啥物，所以伊做这间公司需要拍啥物的客户，伊就知影。OK， 哦，比阮这可能年纪加20岁，阮哪知因咧想啥？啊，第二个就是讲做音乐公司，OK， 伊也找迄个艺人哦啊。甲伊训练，互伊会当唱歌，啊后来做艺人，伊嘛开这间公司。啊，另外伊嘛投资做个股票，投资做个公司。吼啊，伊才20岁呢，啊，不过人做谦虚的。啊，甲阮咧对谈的过程啊，阮实在上无法度想，哇，伊哪打20岁呢 ？OK。啊，伊名下的财产，毋是靠老爸，毋是靠老母，靠家己。吼，伊讲伊第一笔的钱安怎来的？去算迄个运动的卡。哦，就是去买迄个运动的卡，啊，有当集话较贵，话较俗，啊，就是去美国甲买入来，吼，伫透过网络去甲买入来，买入来后来卖哦，伊的动啊甲啊卖啊来愈卖愈侪，啊，较趁着钱开始开公司，伊安尼家己即摆已经身价超过1亿啊，哇，20岁尔，是，嘿啊，所以其实莫讲一定爱年纪较大较有法度趁钱，其实。伊什么年纪的人，伊知影趁伊什么年纪的钱。当然可能伊较无经验，伊需要较有经验的人甲合作。啊，毋过咱讲较歹听，钱，阮到40岁，阮到50岁，咁逐项拢有经验，嘛是足侪爱靠别人。所以我是感觉年纪这个代志是一个参考，毋是一个专业标准伫遐。OK， 尤其咱讲吼，即阵的这个行业别吼，真正是哦加真侪这个新创这个物件啦。是啊，像网络这种哦，足侪哦，足侪 YouTuber 伫网络底下直播底下讲。伊就收入足济啊，伊可能差20几岁，话10几岁，话个囡仔咧，系啊，啊爸母就逐日囥一个手机啊，互伊安尼讲，伊就一个月趁上百万去啊，所以针对着这个新的这个时代，咱头拄嘛讲着吼，这个91年无改变的这个部分吼，真正毋好搁共缩白去啊吼。但是咱看，可能搁有无共款的意见吧？其实我对年纪几岁无啥物特别的意见啊，我只是感觉讲，伫咱这个讨论这个议题的时阵吼。感觉讲，咱敢真正国家因为资源有限嘛，咱政府敢一定爱这要紧来塞者，敢无比这个较重要？我感觉今日讨论这个议题真好，是安怎？咱帮助咱来思考，讲咱的少年人吼，咱是国家到底要哪个帮助吼？今年的教育部是吼，伊来做一个这个评选，选什么呢？什么叫做友好 ？OK， 好，友好，伊教育部选出来，讲了上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讲友好。
就是甲家己照顾好。友好就是甲家己友照顾好好就是甲家己照顾的好，这是今年教育部算出来吼。所以较早的这个概念完全无共款。嘿，因为安怎？因为即摆的少年人要你父母的期待就是讲友好，你甲家己照顾好，拜托的照顾好家己。免个饲囝哄来，卖食我的老本安尼。较早是讲友好，你得爱哄抬父母对无？啊，所以即摆教育部伊今年算出来，吼，所以伊即咧讲啥物？伊即咧讲即摆的时代的少年囡仔、少年人，其实因面对真侪困难、挑战。这咱唔知。啊，我即摆是要讲这个议题，就是讲咱袂使干那用一个年纪就去讲说哦，18岁，吼，咱来思考讲，咱要哪甲斗相共，吼，比如讲我讲18、19、20、21，咱来看咱的附近的韩国19岁，吼，但是韩国因的调查，哦，较大的企业，少年人的平均的薪水，大则开始10万块起跳，中小的企业68000块起跳，啊，咱台湾的28000块，这是要哪？咱的少年囡仔是要哪甲咱竞争？过来19岁哦，咱讲19岁哦，咱看新加坡啦，新加坡算啊，咱照咱的观念嘛，其实我感觉这观念无好，新加坡21岁，是，啊，咱是毋是讲新加坡做落伍的？好，如果照咱的思考来讲，如果我是感觉咱讨论这个议题，讲啊，新加坡真落伍，伊21岁笑死人，咱18岁就会当创啥物，会当公民投票，我会当做公司负责人啊，21岁笑死人，加落伍，歹势吼。新加坡的少年囡仔，大学生毕业109000块起跳，平均哦，那咱是要怎去讲，到底因的少年人是靠竞争的能力，还是咱的台湾的少年囡仔靠竞争能力？啊，咱讲要甲全世界来接轨，来看全世界安怎做，咱无来看美国，啊，美国嘛18岁，啊，歹势哦，美国的少年囡仔，大开始薪水12万台票起跳 ，OK， 所以咱台湾到即摆佫28000块，所以我感觉今日这个节目就是来讲来思考一个问题吼，咱到底虾米或者真正的成年人，虾米或者伊会当为家己的经济，为家己的所做的代志。会当来负责任，独立。民法18岁，我睇到讲民法咧处理啥钱的问题啊，律师上清楚，钱的问题，过来结婚人甲人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必须你爱负完全的责任，18岁，吼啊，所以我睇到是安讲，问题若无解决，咱的少年人责任会是更较重，咱甲世界各国来比较看起来就是安尼啦。其实咱嘛会当嘿。多谢赵继林为阮迄青年讲足侪话啊，我就感谢啦。所以讲，拄仔讲的薪水的问题啊，其实这款的问题，其实拢为政府迄边来。所以讲，所以讲就是阮爱搁较处理的一寡代志是跟投票的年岁变成讲18岁，迄公民权啊。若是互阮少年人有一个投票的机会，就会当互政府一个改变的机会。啊，若是有改变，就有摆政策；啊，若是有摆政策，就会对阮少年更较好。若是较薪水较悬啊，要入去厝啊，一寡的问题，就有机会会当改变啦。是，有人讲吼，这个台湾有一寡这个政党也好啊，是讲这个咱讲的这个执政的这个部分吼，其实拢是较这个老人的这个思维吼，唔是讲老人无好，但是有当时啊，这个少年人有这个新的这个想法，有当时啊，是毋是透过公民权这个部分，咱等下当好好过来讨论啦吼。啊，咱先搁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头拄啊，这调节目有讲到吼，这个各国这个成年的这个年岁标准拢无共款吼。啊，到底吼这个年岁愈侪是毋是代表伊的这个想法较落伍吼？其实嘛毋是安尼分啦吼。咱看15岁。印尼啦吼，还是讲 Iraq 啦吼 ，Iran 啦吼，这是15岁，这个年岁，这个年岁啦吼。但是咱嘛讲吼，考虑到因过去这个风俗习惯也好啦，甲过去因社会这个约束也好，其实拢爱考虑在内啦吼。啊，16岁，搁有古巴吼 ，Scotland 吼，搁有越南吼，越南啦吼，搁有17岁吼，是这个北韩啦吼，这个东帝汶也好啦吼。另外看到18岁是这个法国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啦吼。另外19岁是韩国、加拿大。有 Algeria 吼，另外20岁是泰国、
纽西兰吼、New Zealand 吼，另外就是咱台湾，即阵是20岁啦吼，2023年才法度改做18岁，2岁就。搁有埃及啊吼，搁有这个新加坡，另外吼，这个部分咱讲吼，这个数目上济，拢差不多是18岁啦吼，这个是数目上济，是差不多是125个国家啦吼，所以全球的调度是安尼啦吼。啊，咱头拄啊其实调一句嘛讲着，咱讲这个起薪也好，薪水也好，这是国家的责任，这是嘛是一个考虑的这个赞助啦吼。继续来搁请律师啦吼，咱讲吼18岁这个全球这个潮流啦吼，你安怎看？咱该接近一致咧？对啦，我是感觉讲，确实是各国吼，其实即摆是地球村啊啦吼，毋是讲咱逐个国家会当分开啦。是。像足侪的交易吼，足侪的商业活动，你搁爱去考虑伊伫迄个国家到底啥物年纪，咱即个国家啥物年纪。其实安尼逐个吼，要商业的交流足歹巧的吼，啊嘛足歹认知讲，迄到底有新年啊无新年，啊所以也是上好就讲啊，逐个国家大部分拢相共，安尼是上简单的吼，啊逐个诶商业活动嘛会搁较济嘛搁较好啦吼，啊当然我嘛是足认同头拄咱讲的讲，18岁啊，即马已经年纪较落来啊，啊咱要照顾这较少年的。啊，当然爱互伊较侪资源，啊，靠侪资源，就涉及到讲会当互伊投票无？因为等者咱可能会讲着讲投票这个代志影响到啥物？你也会当选到因的立法委员，立法委员会当创较侪对因较有利的法，无的较对因的经济发展会愈较好。哦，啊，因为即马大部分较侪投票的人，可能30岁、40岁，哦，啊，所以较侪照顾着这个人，这嘛是会使去考虑去思考的代志。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吼，这个部分18岁，咱讲民法已经修正，啊，另外就是咱头拄一直咧讨论吼，18岁公民权，啊，啥物时阵会当吼落实啦吼？这个投票这个部分，咱即阵有公投啊，但是选这个吼，市议员好、民代也好、市长也好，吼，还是总统也好，拢爱18这个20岁啦吼，所以这个部分也受政策吼，先做来看讲吼，公民权修正18岁敢有可能？二顶摆修宪已经过16天，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第8摆修宪，调解立委计共提出25个修宪案，其中只有下修公民投票年岁下修到18岁这项有共识，废除考试院和监察院这项，国民党中央随望定调支持废院无废权。不日过前，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欧文吉认为这是假议题。你若是感觉讲考监两院真正不适合的话，其实你有很多的手段、手路会使去处理，虚极化是一个方法，夺回同意权。总统应该要面对所有民意的总统的咨文权。这种权责相符的状况下，咱台湾人确实真正国家的主人。不过，学者认为，现此时台湾的宪法改革，唔但爱废除考试院和监察院，也爱适当调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在咧动物、环境和个人自由权利的发展的基本权，也至少爱增加条文。台湾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拢真明确，但是台湾的宪法认同有出真大的问题。你若看咱中华民国宪法，你完全唔知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啥物物件。如果你若无法度，咱讲砍掉重练，无法度有一个全新的，啊是毋是会当，比如讲，即个参考美国的方式来一个amendment。台湾制宪基金会主张直接制定一部符合台湾现状的新宪法，希望降低立委通过和出席的比例，也搁有公民合决的条件。中选会呢会做一个决定，决定讲这个题目呢，较有符合公投法的规定，顺利的话，会进入到第2阶段的联署。那立法院长游锡堃捌表示，修宪案通过以后的公民合决会用公投绑大选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修宪的提案上班爱伫咧2022年3月份三读通过，才赶会赴后年9合1选举。记者民警张玉水台北报道。其实咱都讲过啦吼，这个18岁这个公民权落实吼，这个公投已经吼有啊啦吼，咱看公民投票是18岁啦吼，这个部分。另外咧吼，咱讲到吼，其实吼你要考公职啦吼，也是讲去做兵嘛是18岁啦吼，但是这个规期这个选举权啊，咱头拄一直讨论，即阵也是这个20岁啦，要选啥物？要选这个咱讲吼，这个头拄讲过吼，代议士也好啦吼，这个咱讲的这个行政首长也好啦吼，其实拢是爱这个有当时啊吼，超过20岁才当去投票，啊，即阵有讲吼。这个部分要来改做是18岁啦吼，咱其实吼嘛咧望讲哈
这个真侪少年人讲吼，2024年迄当阵有一个新的大选，咱讲即阵18岁、19岁这个人数啦吼，差不多是40几万啦吼。啊，若是用过去的这投票率来算吼，差不多嘛有30万吼。啊，所以若是真正通过，这可能嘛是一个另外大家吼政党抢票的这个大方向吼。头拄啊，这个少年有讲吼，可能的这是一个咱讲会当去运用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啊18岁会当去决策这个部分啦吼。啊，你讲有其他的想法无？就差不多是安尼啊，毋过就讲较详细，就是讲若是有投票的机会，啊，就会当选对阮较有利的迄立法委员，啊，就会改变一寡政策，啊，伫产业迄边啊，也是为教育这边，若是有会当做一个接轨，也是啥的，也是有新的法律，互阮的薪水会当较悬，一寡的物件，就会变成讲阮会有较好的生活，所以讲阮就支持迄甲公民权降到18岁啦吼，这是这个少年辈的想法。啊，继续咱讲请教调集人啦吼，安尼这个少年辈这个想法，其实伊嘛是有这个大家讲政策的这个部分，即阵掌握伫某某人顶面，啊，但是少年辈有一寡想法会当吼去选讲因较介意的人，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安尼是听起来是真好啦吼，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讲吼，因为少年人嘛，虽然讲伊会当来投票吼，这是袂歹，会当影响咱的政策。其实若2018年吼，咱有国民投票嘛，其实我迄时阵就是公投的提案的主要的提案人吼，所以18岁就开始来投，大家来做阵来投票，其实是真好。但是我要提醒吼，咱真侪少年人吼，其实少年人要来参与咱这个公共的政策，参与这个政治真好，但是少年嘛是会真容易去用影响啦，去用影响，去用影响，去用政治影响嘛？嘛是会，所以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少年人，影响啥物？就是讲咱要来看讲。这个政治人物是毋是真正伊提出来政策是为迄个少年人来设想？比如讲，我咧想讲，到底多一个立法委员才咧真正来认真来照顾咱少年人？我来思考第一，大个问题有解决无？社会住宅、社会迄个住宅吼，讲遮久，到底起几户啊？不管大概选举就来讲一摆，不管台北市长啦、总统，大概拢讲一摆，要选举进前。就来大家来检验，其实咧，迄个在完成的迄个趴数真低，就过来开这个支票，第二，伊是毋是有解决你，互你会当搁较敢去结婚，你组一家庭，我头拄举新加坡的迄个来做咱的比较吼，新加坡的咱的少年人，伊的10万块起跳的薪水，但是伫新加坡的市中心，你也要买一间厝，2房1厅，2房一厅啊，还是讲3房2厅，差不多偌济钱？唔知大家知无？差不多台票，咱照这个伊的收入的水准来换算回来吼，差不多800万左右，400万至800万，同样伊就当买一间，伊咧叫做主屋啦。所以伊的政府的想法是啥物？讲我只要和你的少年人，和你的家庭安定落来，和你大的问题解决。和你的家庭安尼，你有无迄个后顾之忧，你都会认真专心来拼经济。这是伊政府的想法啦。所以伊的想法是要帮助少年人哦，会当大，会当结婚，会当生囡仔，这是因认真咧做的。所以阮想到阮爱合作家庭主流化，就是讲你要帮助咱的少年人。薪水的问题，结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即摆咱台湾的生育率遮低，人口的老化的速度是全世界第1名呢。全世界第1名呢。为什么？咱的少年人无去互照顾到。所以我想要讲一开始我就讲，政府敢若安尼修改我无意见。甚至律师讲安尼真好。但是我爱提醒。袂当互咱的政治人物，就是讲我安尼修改就是照顾少年人，我感觉这个差足远的。这绝对我感觉伫我的观念，我认为这是这唔是合作照顾少年人。你的问题爱帮伊解决，无伊的责任只是搁较重。责任搁较大。你认为讲吼，这可能对社会冲击，除了这个家庭主流化可能会影响了后，你搁有啥物其他的这个认为讲有社会冲击的部分无？我感觉是安尼，就是讲。这个咱的少年人吼，伊会开始就是讲，咱的政府如果这个思想，比如讲就是愈少年愈好，咱会开始无较谦卑，
吼，这真重要。因为政府会感觉说，哦，你看，我甲20岁改做18岁，我安尼做真好。对少年人做主安尼。系啊，少年人做主，但是咱无去思考，讲我头仔举这个新加坡做例子啦，吼，21岁，咱较早你讲啥物亚洲4小龙，咱即马是4小龙的，咱香港拢卖比啊啦，香港、新加坡、韩国咱拢卖比啊，咱的薪水、咱的收入是排上尾名，特别是少年人。所以你若要讲上即个4个国家来比，上照顾少年人的，咱台湾佫排袂起哩。所以咱袂当讲家己讲做自信、做自满的，就是讲啊，你看我今日20岁变18岁，真好。我感觉这不是政绩，这不是咱所做，这是一个要怎讲，就是讲你要做，我无意见，就是各国的年纪拢无共，但是你的问题，你有帮少年人解决伊的薪水问题、家庭问题、伊的负担，伊要安怎独立，伊的实力有增加无？你有甲帮助着无？这若无解决，你甲这安尼向安尼降落来，其实是互伊责任更加加重。是，咱头拄听到这个调查员安尼讲啦吼，其实讲吼，这个承诺吼，这个少年人因较济这个吼。咱讲较好的这个福利也好，还是讲吼，这个义务嘛是随来吼产生啦，还是责任嘛随来产生。但是咱讲吼，这18岁降落来嘛是头一步啦吼，头一步了后，尾手政府安怎去做，这嘛是一个重点啦吼。继续，咱搁请教律师啦吼，其实伫咧这个法律实务上吼，头拄你有举这个吼离婚这个案例啦吼，其实吼真济咱讲吼，少年人即阵吼较要个器官啊、关节啊这个部分，其实嘛是受到这个民法的这个影响。这18岁对咱决定家己这个身体、这个器官到底要关啊、唔关这个部分啊，你安怎看呢？对啊，我嘛是感觉讲，既然即马法律都已经过啊，吼，既然即马的台湾这个主流的艺术都感觉讲18岁已经独立啊，伊就是一个开始啊，吼，就像头我讲的，伊是一个开始，开始会开始影响足侪的代志。OK，像头我恁讲的讲。家己会当决定结婚的，要家己要结婚，还是要离婚，还是讲要关家己的器官，这个代志。吼，我想到就是讲，包括讲，阮过去可能阮要找员工好啊，阮无啥可能找一个18岁的员工。OK，因为伊拢爱爸母来签名啦，爸母来帮伊做这个背书啦。毋过即马，伊也开始满18岁，伊拢独立吧。阮会开始考虑讲，敢是会送找18岁这个年纪的人来开始做员工啊。所以头我讲来讲，因过去可能18岁薪水是足低，因为一般人我们根本无可能去找嘛。毋过即马这个开始了后，可能就会开始有寡变化出现啦。伊也开始有家己的会当找到好的头路，会当领到薪水，敢是伊就会使开始用伊的信用卡，会开始用伊的投资，因就开始有家己的。这个事业出来啊，慢慢的18岁到20岁这个中间的人，慢慢的开始去提升啊。这嘛当讲是一种社会流动的这个改变吼。过去咱讲吼20岁才会当做啥，18岁这阵会当做啥，我无一定爱先去读册啊，我会当先去社会。咱讲系这个外国这个 gap year 吼，伊透过这个 gap year 吼去熟悉讲到底我适合啥物，真正去投入迄个产业，再过去读册，读伊需要。嘛无问题啦吼，其实咱嘛讲着吼，这个咱公民权的这落实有真侪种方式啦吼，其实咱讲这个方个所带的这个青年这个协会内底有真侪这个理事啦吼，因吼对这个18岁想象过有啥物无？讲其实讲差不多，阮办甲足侪记者会啊，嘛是有去找立委讲这块代志啊。所以讲有足侪立委有讲，其实伊同意嘛支持啦，毋过就有一寡立委是要看迄伊的政党是安怎决定的，所以讲其实也无遐尔啊较透明吼。嘿 OK， 就需要一寡时间安尼。需要一寡时间吼，继续请。我遮嘛想要去补充一下，头我就是讲这个公民投票的代志，就讲尼即马收到18岁，敢是18岁会使开始投票？当然18岁会使开始投票，这我是绝对支持，因为伊拢独立嘛，所以我嘛感觉伊会使决定家己的未来，决定因国家，决定伊政府的未来啊。不过另外一个代志，可能即马未讨论着，不过咱大家会使小看卖，是，互人选举的这个年纪会，互人选举的年纪，即马宪法规定是23岁，是安怎爱23岁？是安怎无法度18岁啊20岁？是安怎就爱变成23岁？是，这是我感觉讲。大家会使去考虑去想的代志啊，因为过去咱莫讲啊，就讲20岁较新年所以即马18岁啊，即马会当做候选人，就像头我咱少年讲的，我会使投
对我较支持的人，啊，敢无都有一天，我都做候选人，选我这个18岁的人，我来做对我这个年纪政策有帮助的人。OK， 吼，我嘛开始应该爱去思考讲，咱18岁既然拢独立吧，是安怎无都选一个18岁的人做候选人，互伊会当做立法委员、做县议员，吼，做一个人民的服务，做里长，做啥物，嘛会使开始会使做这个公民服务啊。哦，这是会使大家开始去思考这个代志。所以咱宪法也是有机会要来修选举权，哦，考虑红选举的这个年纪，敢是嘛考虑会使落修卡落。是，所以律师徛点搁较开放的这立场来去看讲吼，被选举的这年岁吼，咱头拄无看到讲吼，参选村里长吼，乡镇市区代表啊，讲这个议员也好啦吼，也是讲立法委员是23岁啦吼，啊，这个律师头拄讲18岁。敢有法度啦吼，这其实嘛是一个未来会当去思考的这个问题啦吼。啊，头拄啊，咱有问过少年啊，咱搁继续请教调查人吼。律师头拄啊提供咱这个想法，你有认同无？你是讲这个23岁啦，改做18岁啦，是被选举权。23岁改做18岁吼，我其实我对这个年纪吼，我一直感觉伊毋是一个，就是讲绝对的标准。OK。我直咧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咱这个修法是一个民进党的立委来提出来嘛。这个立委伊咧想讲吼，伊这个叫做降低年龄的限制的主流化，吼，降低咱的年龄，我一直认为讲，限制咱少年人发展的，毋是伊的年纪 ，OK， 是伊的是毋是会当独立，是毋是伊的思考哦。介这个介咱讲成熟吼稳定吼，所以我直直咧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讲是安怎咱其他如果是讲年纪愈加愈好，啊是安怎咱隔壁的国家，这个亚洲四小龙，甲即马韩国那袂甲9到17岁都竞争力愈强，啊那照安尼标准，新加坡都降16岁，是。对吧？无啦，头拄啊，这律师嘛讲过，咱讲世界100多个国家，对吧？我抗衡咱先卖比较，咱比较咱亚洲的国家嘛。我是讲，如果咱来检验，如果讲年纪愈加，少年人来参与，会当安尼改变国家来讲，咱是咪讲韩国应该爱17岁赢过咱，新加坡16岁赢过咱，香港15岁，这3个国家拢赢过咱所有的少年人，咱讲起薪嘛好，其他的迄个数字也好，差1截，所以咱国家的少年人，像即马过甲遮辛苦。咱来思考这个问题，是毋是敢若年纪的问题？我感觉啊，我感觉因为咱敢若有一个逻辑，你教人讲就是按年纪爱愈少愈好，所有的少年人来做头家安尼吼。这个政治人物会安尼讲，但是咱少年人嘛是家己爱去思考，讲咱比较其他的国家来讲，18岁可能是一个真好的年纪，但是是毋是真正敢若这个问题呢 ？OK， 所以所有的位拢咧讲18岁真好，大家袂输拢要来敢若讨好年轻人，但事实上咱来思考。OK。我相信这个年岁吼，无一定是限制讲大家去思考的这一个方向吼。咱讲18岁当做真侪代志，有真侪这个想法。其实咱讲吼，这个是有较一致的这部分。啊，头拄调一嘛讲吼，比较咱这个吼亚洲四小龙来讲吼，其实咱讲吼无共款的这个社会结构嘛，所成功吼无共款的这个社会流动吼。啊，咱过去嘛，这个咱过去的这个社会束缚伫啦吼。相信台湾有家己的这个困境，但是这18岁嘛是一个这个新的开始啦吼。我望是安尼啦。啊，但是其实咱嘛讲吼，真侪这立法委员有无共款这想法就好啦吼。咱先来看讲，这区县治也好，这是少年世代吼上好的这个礼物啦吼。啊，希望讲吼有强势这18岁这个公民权修正，咱头拄嘛讲吼，希望这个青年吼。另外，咱看到这个中国国民党党团总调集人吼，这个林为洲也来讲吼，国民党嘛支持这个罗港这个选举权这个年岁啦吼，提案将即阵23岁这个被选举权吼落降到20岁啦吼。这个部分因已经有一寡这个想法啦吼，啊，但是要安怎去修这个法吼，其实也有真大这个挑战伫啦吼。啊，民主进步党立委洪新涵吼，讲降低年龄吼，限制主流化吼，袂安尼来停步啦吼。未来会继续去看讲这个法律内底吼，到底吼对这个少年朋友的限制啊，希望这个少年朋友更加自主独立的这个部分啦吼，互因吼会当决定讲家己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吼。啊，但是某人无共款的看法吼，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刘洪温吼，也来讲。
比社会冲击恐惊比想象的搁较大啦吼。当我有要这个收校不爱读的啦吼，完全无需要这个家长的这个同意吼，学校可能面对着咱头讲的真侪家长的这个部分啦吼，咱搁继续吼，请教这个上尾这个少年的啦吼，头拄咱讲的这个被选举权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公民权也好啦吼，20岁、18岁吼，其实咱若是讲甲诱惑这个社会这个一致，若是搁较开放的这个态度，你搁有啥物想象无？哦，想象是讲，是希望因为早期以前啦，伫个社会上，就在阮的爸母的人，其实18岁就为迄南部来台北打拼，都已经开始做事啦，开始做事啊，家己生活生存，安尼，那安尼为虾米大家即马社会对阮的看法是讲？咱拢囡仔人，你无法度独立安尼，要毕业，拢是囡仔人有耳无喙，拢安尼讲，阮拢无决定的权利。是，所以讲，其实我希望讲社会上的人会当搁较了解阮伫咧想啥，会当对阮搁较会当合作，还是毋管是合作，还是了解，还是会当支持阮。其实这拢是上好的代志。OK， 咱节目一开始吼，有问到3位来宾吼，18岁的时阵咧做啥吼？搁一解问到讲吼，这回若是修改落去啊，18岁大家要做啥？咱先请律师啦吼。我即马就头挂就一直搁咧想即个代志。我想着讲，我18岁的时阵，拄好大学联考考了，拄来北部读册嘛吼。来读册，敢是爱租厝。迄个时阵租厝无度我家己决定啊，因为一定要爸母顶悬签名。所以我租厝咧，也得爱爸母签名，我开户也得爱爸母签名，我迄时阵买一台机车、奥多摆要来骑，嘛是爱爸母同意，帮我处理较有法度，所以全部拢是爱有爸母咧斗相共。今仔日也是讲18岁，我无需要爸母来做这个代志啊，我会当家己去做决定。当然，我比老实讲，我一定会比原本有爸母照顾咧甲我看，做出较侪唔对的代志。OK， 比如讲，我可能做厝，我都无注意到讲边仔可能有咧做餐厅，真吵啦，真吵啦，拢唔知影，就先做了，可能住半冬是住2、3个月，才发现讲，哎呀，我做唔对厝。我可能会做侪个代志是无爸母甲我教，所以我家己会行唔对路。当然。咱若是要安尼倒来看代志，都永远拢爸母甲你看咧就好啊。你都永远袂跋倒嘛，敢是就爱安尼。这嘛是我就一直咧想，因为像这个议题，我当初嘛有记者甲我采访过，我就放伫网络顶问大家的意见。足侪老母啊，拢足紧张的，讲嗨啊，安尼阮囡仔敢袂18岁、19岁就甲别人走去啊，就甲人结婚去啊。你想卖啦？我讲我30岁较结婚，我即摆就拢会离婚啊！莫讲我对着人对唔对人，无你看你爸母40岁个嘛是对唔对人。所以有当时年纪当然是愈大，也是有较侪大汉的人甲你看待，你会当较袂行唔对路。毋过我感觉讲上重要应该是讲，即个18岁是你身体、你的头壳已经生做一个完全的人啊。你需要去。面对足侪代志，做唔对代志也好，做对代志也好，你拢是家己爱去承受，爱家己去经历啊。是，所以你互你独立一个人，就是爱经历这代志。你也有较好的爸母，当然甲你较好的照顾。所以我是感觉讲，其实即马爸母是对真仔的囡仔拢较好。像过去可能爸母都无才调，甲你照顾即个年纪的囡仔，所以就放互你去做事啦。毋过即马爸母也较有才调，拢甲你照顾较。读到大学，读到研究所，无你较搁出国留学，搁倒来，拢得甲你照顾好好。是，毋过为着安尼，互你成年的年纪，莫讲20岁，个25岁、26岁嘛毋对嘛，对吧？所以讲，爸母也对你好，爱你这个囡仔，就算互你18岁成年，你嘛是会使继续甲照顾。OK。毋过独立，伊身体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啊。伊要安怎做啊决定？互伊会可能行唔对路，爱去学习，这嘛是伊得爱经过的路，无可能一世人拢甲照顾。有影，无一世人拢甲束缚掉的啦，这部分吼。上少年呢，若是个互你一届18岁，民法修改过啊，成年啊。我会应该是会做比进前搁较侪的代志啦。公民参与啊，开始投资股票啦，这款的代志应该就会为18岁开始。OK， 公民的参与嘛有啦，会当搁较侪这个想法的。我感觉我应该会搁较侪关心这个社会，特别是家庭的问题。OK，因为即摆咱知影其实这个政策18岁少年人
即摆我甲有时间甲迄个大学生来做即个讨论的时阵，我来讲吼，恁一大学一毕业吼，恁大个人一个人拢爱趁45000块。因讲我是安怎一个人爱趁45000？我讲你会当趁45000，举手无几个。我讲我迄个年代20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阵，我迄时阵大学毕业，我的薪水就28000块的起薪，差不多迄个时阵啊。过去这20年来，咱台湾的出生的人口，吼，出生的人口减超40%。所以因这个时代的少年人，比阮迄时代的少年人吼减40%。所以因这个时代的薪水上少爱比阮加40%，才会当创造阮迄时代规个世代的产值。安尼唔知大家听有无？所以恁上少爱28000块，佮加40%，才会当到阮迄时阵拍平。拍平了哦，通货膨胀率这我拢无算哦。所以你想要知咱台湾即马吼，啥物劳保叫要倒啦，吼健保叫要倒啦，啥物叫要倒吼，年金叫要倒啦，因为咱的人口变成一个倒三角形，即马是4个半的少年人，吼4个半饲一个老人，30年后变1个半1个半的少年人都要供养一个老人，这个负担是真正重，大家拢唔知。所以咧，真正的问题就是讲，咱的政府无投资资源，帮助咱的少年人成立家庭，解决伊家庭的需要，伊大的需要，伊生囡仔的需要，伊结婚的需要，这拢无咧解决。那安尼干那降低18岁，安尼有啥物意义？安尼有啥物意思？是啦吼。所以我会那过一摆，我会更加关心社会啦。更加关心，还要强调讲，咱的政府都要做这啦。是啦吼。对少年人才是真正有帮助。OK， 大家这个想法拢总无共啊，但是咱嘛拢尊重啦吼，就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好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